随着国内本土的病例数慢慢来下降，卫福部长陈时中讲，会针对着低风险的地区来取消爱 PCR 阴性证明才会当入境的规定。专家是来建议，会当予日本、韩国、越南、泰国等等的国家优先来适用。医师黄高斌是来提醒，这入境隔离的这个措施，若要为3天加4天放宽到0加7天，就要拜2到拜5确诊的病例数连续2礼拜下降到全人口的0.1%，才当来考虑。台大的医师李炳英嘛是安尼认为，讲就要等到国外感染的风险比国内较低的时阵，才会当考虑放宽到0加7天。人客提出呼召要通关，桃园机场人愈来愈多。随着本土疫情有较回，进前指挥官陈时中就讲，考虑为低风险的地区先取消入境的 PCR。有专家认为会使沿用清零时期定义，也就是讲，最近14天平均确诊病例数无超过10个人，100万人口平均确诊病例数无超过1个人。像咱台湾人真爱去的日本、韩国、泰国等等国家，嘛会使纳入免 PCR 的考虑。我们应该也是要考虑是不是有点互惠，入境的管制跟我们国内的疫情没有直接关系，因为我们入境的管制主要是怕说会不会有很多的病毒从国外带来国内，那如果在国内感染的发生率并没有比在国内多的时候，那去做严格的入境管制就比较没有必要。因为国内已经验出超过200例 BA.4、BA.5为国外入来的个案，有医师认为讲，7月份、8月份是重点，然后出现变异的病毒株，歹要安怎？是要观察它的致病力，因为我们很多国家都已经采取了所谓的共存的方向了嘛，哈。那如果致病力有上升的话，那我们再采取一些延缓这个疾病盛行的一个边境防疫措施，这样子哈。医师表示讲，边境开放除了必须来看国内外握着病毒风险的关键，嘛呼吁老大人甲囡仔爱注意风险，保护力才有够，才会当豆豆啊解放。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